提示的部分，我来老太家讲到客家嘅饮食文化用来做改变，韩国主厨哦，係用来老客家嘅料理来推向国际化。哦，我的这个口水吼一直在分泌，一直在流啦，所以要赶快来欣赏你刚才讲的呀，这梦里梦蜜炒青草，韩国泡菜凤肉，好，跟你就进来说，进来讲了，好，跟应该做三只的腔下吼，我们说三个嘛，梦里梦蜜跟青草三个要一起，对，一起来入到嘴巴里面，才可以感受其味道。哦。呀，来感受一下你讲的西文西草都带黑马嘅米西哦。懂脆，脆肠好脆哦。而且黑米线用来酸酸甜甜，酸酸甜甜的那种味道。它有那个凤梨的那个果香的味道。对，那凤梨它本身有一个，我们讲它有一些的发酵的那种成分，它可以把那个我们的脆肠稍微软化一点。哦，对，所以这样喝起来，哎，还有那个后面有辣的味道，对，一点点，你有辣椒的一点，开始有带点那个椒麻的感觉出来了。对，好，再来利亚给，对亚比奎斯来哈，哇，我刚刚前面有提到哈，我要跟这个老板讲说我要一半一半的，肥跟瘦一半一半，差不多。OK，它时间越短，它的肉越 Q， 时间越长，它的肉越软，所以你就看你自己喜欢的一个口感，要口感要怎么样？对。看这上面就有那种的泡菜，好，然后吃下去，很香，超香的。你有没有按用阿婆送到阿婆的米线？对，哇。呀，老师傅哦，因为每一下就讲，第一最早期啊，嘿，第二好食诶，在我们说拜师学艺的这个过程当中哦，对勇士台湾的这个厨艺培训的，厨师培训的这个状况是什么样？韩国第一哈，有没有某朋友会编发吗？有，其实我们早期啊，我们在差不多30年前，我一国中毕业之后就上台北，所以我印象中的客家菜永远记在我的脑海里面。那我上来学一定要学一番功夫，那时候我就进到在川式的川菜里面。然后我刚开始在学川菜的时候，是我们叫捞北制，捞北制就是以前的老师傅从我们民国的时候从一些大陆引进的四川师傅。到了台湾，他把一些的新的食材把它做演变，所以是新派川菜。所以台湾有一些的食材的新鲜。那当然，他那些的方式，花椒啊什么都是由大陆进口进来，衍生到最后的时候，其实老讲，我自己当厨师，那时候客委会一直在推客家的一个文化。然后客家的一个底蕴，客家它本身要推上一个很好的一个国际舞台，那你怎么样去把客家菜衍生出来？那时候我们经过客委会的甄选，当成客委会的委员，然后之后到北东南东去教正确的一些的客家菜的一些制作流程，然后还有介绍客家菜的文化。我那时候就会深深的体会到说，一定要把客家菜。放在我身上，元素对，放在我身上，因为这个有这个根嘛，对，所以一定是种下去的，对，所以我们的望根，蒙根，对，没错。那应该最一开始是川菜嘛，是，所以但是现在开始就改名要给客家的元素融入。最一开始就加入吗？一开始的一些的比赛的方式，我就把它推出来了，就是把客家的元素把它放在我们的比赛的一个重点。因为它的元素其实就很淳朴、很传统的一个我们讲菜肴，然后其实是台湾最基本道地的古早味，我们叫做朴实的一个味道，那也是原汁原味。然后客家菜它其实加的调味料不是很多，可是它做出来的就是我们讲独一味道的一个呈现。那当然，我在8年前我要开这一家餐厅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不行，我一定要把客家菜跟川菜结合在一起。所以我就开了这一个洛师傅酱味川客菜。那为什么是酱味？因为在客家菜跟川菜，它都是一样有腌制酱。譬如说我们的客家菜有酸菜。
有梅干菜，它的味道完全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的那个川菜里面有酸白菜，酸泡菜，还有腌制的泡椒，它是腌制法，可是它的中规中矩。到最后都是一样的一个方式，所以我把这2个菜系把它结合出来之后，在台湾找到好吃又原汁原味的食材，然后就把它结合在一起，所以才成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餐厅。然后串客2个，一开就8年了。哇哦，对，哇，相信这个老饕一定也是非常非常的多了。对，所以把它结合在一起，其实是一个小餐馆，可是。我用的设计是淳朴的客家的一个客家庄，然后用一个红瓦，然后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朴实的一个摆设，然后我们的一个橱柜，对那样的一个感觉，让它有一个朴实的感觉。就你共都有点那种回到家里的这个感觉。对。但是我们说家里，对不对？我们从家里来做出发，那是怎么样想说要把来你给客家菜色啦，推向给国际化嘞？现在慢慢的有一个典型，就是年轻人在吃客家菜，慢慢的越来越多。那我们很简单的就是说，你要怎么样让年轻人接受客家菜？其实很简单，油香咸一定要有基本的元素，对，可是也不能太重的口味，因为年轻人不接受，可是他希望能够新的，像我们经常会遇到的摸板的，就是芋头。蒸芋头糕，无尾板。然后无尾板它蒸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点心，就是制作流程会很大。那我们就用一个很简单的樱花虾芋头酥。对，就是把我们台湾的一个好吃的东港的樱花虾，结合当地的食材，然后加上我们的摸板，然后我们直接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元素的一个芋头，然后就把它切好之后蒸好，然后就是用一个小方块。然后直接好像类似骰子再大一点的骰子，然后用一点点的沙拉加上樱花虾，就是一个基本的客家菜的一个创意的做法。那就是不用像客家菜做了很多的粉状的一个摸板，所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把客家菜呈现出来，它又可以新鲜，让年轻人可以吃到好的东西。所以很多的客家菜其实让我们觉得说，在国际比赛的时候，让外国人可以吃到新的那种感觉的一个客家菜，然后是演变成就是我们可能做单一的美人美，就是一人一份的，不像说客家人他会成为一个大餐，对，就开封了呀。然后我们就是一人可以尝到一口那样的一个新鲜感，然后重点。客家的唯一的油香咸不能忘本如果你本你忘掉的话，客家的元素完全不见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样的一个元素带进国际化。所以在比赛的时候，我们就凸显出客家的元素的油香咸，然后外国人也认可这样的一个口感。对，他没有吃到我们的调油，也没有吃到我们肥肥嫩嫩的一个红妞，对，所以他的那个感觉就会非常棒。哇，真的是太棒了哦！你今天那个考场哦，每都有那个米上了，今天老那个老师傅哦，带来你用出菜啦，你讲到那个梦米炒青虫，还有凤肉泡菜凤肉啦，你用出经典的料理，每讲到的你客家那个西文西炒。要个特色料理，韩国咧，你讲到那个饮食文化，懂特别的酱缸腌制文化，要咩今日有好多的那个部分韩国呀，陆师傅每本也都会吹色。有新的生命，有新的生命力那这个传统的，但是又保留对亚哈先推的这种感受，那种感觉。还有那个最后尾，你那个菜色啦，用的客家的菜色用来推向国际化。什么老师傅？今天你那个考场秋刀鸦片了，哈克网络学院主持人纪贤的，你汉一拜张磊了，拜拜，拜拜。